那看那你多人有你多那了解高草原越来越进步那也是你的偏水现在有没有忙？他怕你了，现在第三道唱的。年不一心的那一托梦情侣，岁月他也把你进来。的天水，对，大口过来，大口，叫抖音大口，抖音啊，他们叫大口。那一个的人呐，我叫一路的哎。的偏水，大口，不是抖音大口说，真的唱得好，舒服，牛逼，这是怕了多着急，你看这样就怕了吗？人家，你这样弄了下，你真的这样弄了2句吗？马清工人的那工了没都，人家直接怕了，以后就这样，不吃软的。哎，特别可爱啊！原来我也不是吃素的，感觉吃荤的在家里面。你荤起来变荤人，比荤菜还荤。对，大口过来，抖音。打这种也得打。我给这不是谢谢到这些小这大口过来叫一那不给跟着打球。没事。这首歌叫《蚂蚁干的》啊，蚂蚁干的。对，我给现在蚂蚁干的现在的。歌介绍的时候，你就普通话要说的蚂蚁干的这样。干的，干的，干的，对。蚂蚁干的。刚刚老师今天有点飘起来，我说的啊，啥子我飘？你抖音才飘，我们是高兴，要害怕抖音发烧有点。不是我看到你嘛就高兴啊，就这样。对。然后你看，旁边那个是我很多年前，很多没事。